好，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是这个本土创造的乐团打狗乱乐团的这个主唱严英玲、严永能，这个月初5伫屏东万丹演出的时阵，伫舞台顶常常头狗落、人倒落，都往生了，互真侪人真唔甘。早起为伊办一场追思的音乐会，屏东县长潘明安导演吴念真嘛来到现场，感念这位永远的金曲奖的歌手。一步一步推到你身旁。各界好朋友献唱一首一首严英玲的经典歌曲，向伊致敬。伫追思会现场，一群朋友打狗乱歌团的团员，伫心内感念这位永远的金曲歌王。本土的创作乐团打狗乱歌团主唱严英玲，伫这个月初5伫屏东万丹演出的时，伫舞台顶过身，互真侪人唔甘。早起伫福基园举行的追思音乐会，导演吴念真、屏东县长潘明安等人拢到现场致意。是我们有时候必须面对这种生命的无常。在心痛不舍之余，总是呢，把他坚持的这种传统、乐观、活泼的精神带到每个地方。50岁严英玲作词作曲，今后加入台语、客家、原住民等等本土语言。本来计划伫初5迄一暝要发表写予屏东万丹的专属歌曲，想要到发表前一曲就倒落去啊！袂有分享伊的新创作，淹过伊的歌声、伊的作品，将永远留伫歌迷心内。